每個社區都有獨特嘅故事同埋溫度。喺寶林，呢啲故事嘅主角就係每一個家。無論係為屋企人準備一餐安樂茶飯嘅心意，定係享受天倫之樂嘅笑聲，都係我哋樂康軒好珍視嘅瞬間。樂康軒作為呢個社區嘅一份子，一直默默咁守護住呢一份最珍貴嘅健康。我哋今日嘅故事就由呢度開始，大家跟住我一齊行啦。Hello， 歡迎光臨樂康軒寶林分店。我哋唔止係賣產品，最重要係希望幫到每一位客人。喺樂康軒貨架上每一件產品都代表住一份希望，而最令我印象深刻嘅係關於呢盒迪斯貴素水關節配方嘅故事。有一日，有對母女行咗入嚟，婆婆揸住拐杖，每一步都行得好辛苦。原來婆婆嘅關節痛咗好多年，試咗好多方法，都係時好時壞。要改善關節嘅問題，補充內在營養好重要。好似我哋呢隻迪斯貴素水關節配方咁，好多客人都話效果好，又快見效。佢可以幫關節補充翻啲潤滑油，滋潤軟骨，減少摩擦，仲可以消除關節疲勞同埋緩解疼痛。由內到外咁去修復關節，咁就可以從根源改善問題啦。最後佢哋決定買一盒返去試下。我仲提佢哋要定時食，配合適量咁活動雙腳，效果會更好。過咗幾個月，佢哋竟然專登返嚟鋪頭揾我。阿女一見到我就好興奮咁叫我望下媽媽有咩唔同咗。我見到喺門外嘅婆婆竟然自己一個慢慢行緊，雖然佢唔係健步如飛，但佢手上支拐杖唔見咗。佢面色紅潤，同上次愁眉苦面個樣完全係兩個人。阿女話媽媽飲咗一個月，已經話膝頭哥冇咁緊，行路舒服咗。到而家飲咗3個月，已經可以自己落公園行，仲話對腳好多年未試過咁輕鬆，話一定要過嚟多謝我。其實做我哋呢行，見到自己介紹嘅產品真係幫到人，改善到佢哋嘅生活，可以重拾翻生活嘅樂趣，呢份喜悅同滿足感真係用錢都買唔到。每一個因健康而綻放嘅笑容，都係對我哋嘅鼓勵，亦係我哋繼續喺呢一個社區用心守護每一個家嘅最大動力。